你好，樂豐集團周沛然。我對樂豐嘅認識其實好有限，但市場都見過佢推售過一啲單支樓，佢嘅 marketing 都做得幾好，喺市場度都有啲 noise。今次嘅創辦人離世非常可惜，我諗最多都係破產，最少佢都賺咗經驗。市場有唔少嘅揣測，又講到都有社團嘅資金去參與。無論如何，30幾歲能成為發展商，我都覺得呢個女仔都幾叻。不過有少少走火入魔，做生意最緊要嘅就係資本嘅穩健性。好似報道所講，佢不斷透過投資班揾啲散戶金主，又透過私募基金，即係公司根本未有足夠嘅資金，最好係做返稱新嘅生意。做生意要一步一步，切忌戒急。鋪王促事多數都係嗰兩個字，貪同埋急。我都係喜歡啲後生仔女老老實實、穩穩陣陣。既然有腦筋、有活力，錢係可以慢慢賺嘅。